欢迎收看《后场太上宫》，有花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强化老后生人大在鼓励，唔知大家看过一出天日很多享受13年嘅旅行无啊？第部嘅主角有大家人生嘅頭路，穿嚟青島前韓國嘅婚姻嘅同順序，唔過佢知道心肝到當槍欠嘅乜嘅東西，故所佢踏上旅程，萬乃手夾嘅腳跡，最尾佢尋到人生嘅素材地那一片。到底呢個13年嘅旅行有哪條寫人嘅素材咧？基本有6個後生人為留大家強下來分享，佢哋係樣板去享受這個13年嘅旅行，來眾上歡迎。之前老師嘅阿英珍，大家好，我係同10下嘅同中意13年旅行嘅英珍。哎呦，都在有那條神奇嘅素材，從哪去冇法度了解到。哎呦，基本係拜託你的啊，冇問題。今早喺樓下識嘅都係你家。大家好，我想來挑戰13年去歐洲嘅你家，哥哥。歐洲哦，歐洲。歐洲做唔得，歐洲未做得，有豬就做得。有豬啦，有豬就做得，哪會怕見到豬未做得，能見豬沒做得。未做得。好，下一位，好，第三樓識嘅就係阿比兒。大家好，我係上亞島，就去聽機票嘅比兒。這是有錢人當做嘅。沒有時間。大家來慶下爸爸，爸爸好。好，第三樓識嘅就係阿路兒。大家好，我係神奇嘅13年去英國遊學還有旅行嘅阿路兒。真嘅啦，就要動態嘅勇氣哈。係啊，嗰當時就是沒有想那麼多。反正有錢就好。第三樓識嘅就係家丁。大家好，我係想去講人去馬丘比丘旅行挑戰生日唔細神嘅家丁。等一下，面前做的挑戰去馬丘比丘，挨做的同意，因為大家都講東去馬丘比丘。不過後背嘅就挑戰生命唔細神，呀，他根本一開始做的挑戰。那第一卡先練習，先練習。挨知道啲台灣按10嘅環境，你就做的生命唔細神，你蠻耐就做的。真嘅，真嘅。好，最尾老師嗰個阿比倫。大家好，我係航場控制狂，親適合13年去旅行嘅比倫。哦，你冇印象去聽啦。冇錯，控制狂，唔會啊，就免費嘅導遊，然後就強下，然後強下去，然後再帶你哋強下去。那錢就做得。好嚟點。好，大家等下談睇阿比倫嘅講法，唔爭嚟結天，佢要適合做涼水嘛。我竟然係知道，我係讀到呢種涼水啊，我寧願退團費。你一嚟參加。好，不過真嘅一開始就講到嗬，呀下嗬，根據人哋嘅統計嗬，像係上市旅遊局統計當，比照嘅疫情前2019年嘅統計，到2023年加下嗬，今年係最後講55歲以上嘅人想去參加7加13年，不論係去團課啊，也係講佢7加想去參加，像嘅旅行社來安排嘅行程，不過佢7加13年去，嘅一種比例比2019年嗰嘅55%按度，就表示講哇，一般多呢。亞下人真見當好13年去旅行嘅感覺。不過你話問題係講7加有去7加13年去旅行嘅經驗嘛？阿燕子。其實我當好13年出去旅行，不過較少有機會，就會當貼配落去安排啦。最定義從成八地步啊，比如講13年去書店看書，13年去看天陽，13年浪街，甚至13年對插運在杭州不卡，哦，按你心情。按你按到旅行。你插運杭州我還就旅行到了，旅行呢？根本沒有7加旅行。咩啊？插運站杭州不卡，按到咩很多旅行，竟然是古。我來留下個時間來電給卡棒，沒有按你個幹事啊。
你去国父纪念馆第一天最有去厉害啊，很多观光客做一场。迄种相片安尼就算数嘛，无啦，不过因为平常时间咧，我较会加油也给做些个机会，一上人出去旅行，就有懂得个公司就会按的啦吼，群乡此公司啊，还懂上钱，群乡此公司，勤俭持家，但公司不是家啊，多少就群乡此公司啊，持公司啊，大概有嘛个条路出去都不会做个时间出差啊，佢不见得会安排让我一上人同来听书，跟住就会去家去碰嘛个旅游个样片，去家去收机啊，再收菜，去家去做采访，跟住就会加点按那个机会吼，帮公司同啊听书做查钱，跟住就一上人出去旅行按嘞。同威信咧，真威信，同威信。不是大摆出去嘅時間，係同事假是下班咧就講啊難得哦吼，來到外國，你佢可來去食飯啊，就講我冇愛，然後一上年出去食飯，假係一上年嘅旅行。假裝自家，不過假是真經做的家的人做些機會，蠻愛行行聊聊。哦，我們真的就是一個很節儉的那個族群，我不敢講啦，哈。全腔自家咩客家人嘅精神？哎，種白腔的部分，我唔敢 copy。跟那差冇強用。我們就是按你太家就會講緊個雕酸盤，算到緊緊的，哈，做得100，哈，又做得做些，又做得出去了，啊，慢慢清好咩？跟你家來同太家分享下，太家就啲你去過非洲，哦，去過東島嘅國家，然後太家講，你這個一3年旅行係乜嘅時間？我們喺群鄉是一時時咧嘅公司啦。係我講較久嘅時間就係我自家有去過馬來西亞。高考一整年有旅行安樣，係我想也係同 T P 嘅事情，因為去做啲去賺錢嘛。韓國藝後面有冇乜嘅人做到人講，哦，你愛去那邊嘅聽佢唔是，我自家就會去，自家安排，係自家安排。算係有高考有自家去旅行。韓國藝自家咪有啲台灣安樣環島一圈，係咪係自家一3年？唔過藝喺行長山係當簡單，就會藝都會聽好呀，帶嘅素材啊。唔過建議愛去那邊都會看嘅 Google 評論。落去嘅，又係看經驗嘅心情，係經驗心情，我現在就現在，嗰種係喺山喺度隨性旅遊派的，想到馬街就去做馬街，係，就說走就走嗰種感覺。翻咁衰冇幾年嚟就幾年嚟，你有可能哦，我今日早晨香港我要冰太水，哎呦，中秋啲飯店地邊水，吹冷氣，跟頭都黑水做嘅啊，水冇水貴嘅，唔過沙下嚟呢下生嘅，呢真嘅唔啲，佢都係有啲做西冇，因為聽講嗬，2023年加下嗬，呢下生嘅。經濟統計嘛。經濟統計，咩一統計論嘅就係幾次㗎，上半年就去600個出國，萬年啦，愛好中啦，李比倫，陳比爾啦，按有錢，捐你啦，係啊，我當接送13年出去了，唔過喺國內啊、國外，加有主持人有講到咩？講到個我上半年就呀，2023上半年我就去600出國，有那600呢，300跟日本，好，還有馬來西亞，還有韓國，還有菲律賓，結束。你係搞夫上班係，那時候才當年就出國啦。係。韓國嚟做機動力開嘅，自己自家出櫃嘅那個拍照視角，拍影嘅視角，講唔係用我自家 keep 嘅，我自家 keep 嘅，歡迎訂購腳架，有冇？訂購腳架，好啦，我13年，我當希望13年去旅行，因為我做唔是去配合別人嘅時間，有陣時人做得去，有冇辦法去，跟我時間當難巧咩？我自家吃住先做動稿啊，我咩唔是講唔喜歡呀，我唔喜歡去，我唔喜歡去，佢就沒有一隻共同嘅喜歡嘅地方，還有那個我唔想開我嘅地盤啊。因為我離盤就講，然後你出去，你好像行軍之旅哦，因為我像啲周邊誒，係像周邊樣嘅，因為然後出去，去飯店，6點7點做烘炒，烘炒還是出去了哦，了，幾多點鐘，11點鐘做嚟轉到飯店來休息。根本就唔是聽飯店嘛，所以公園就好呀。公園啊，自家打冇辦法，生意唔細神，我喺轉飯店細神。跟住聽嘅 hostel 就好呀，乜嘢人都 hostel。強勉離哦，
我以为你要解释。对，我有点，粉豆怎么不接下来你记得呢？行个4点地杯，就算我当日就睡3點鐘天天，我行去聽麗莎，我冇去睡 hostel。啊，不過我知道微軟最厲害嘅、最強嘅，應該就會講，佢嘅英文普通，不過佢慢咧就去了，完全冇問題。有問題，有問題，我嘅英文手語懂厲害啦，冇關係啦，就是肢體語言 body language 是世界共同嘅語言。我去查證。好啦，你講唔講？請問用百度查證。好咧。我等於壓點啦。唔過講到這個出去了，有時是會有當多嘅意外，不管係好嘅也係壞，就像大家就講嘛，這個去歐洲家下，聽說要花生意的，因為都幾片，唔係一下就不能跳，一下就不能搶，你有冇發生安尼事情？阿魯，你這個有乜嘅經驗冇？我老太家講，去歐洲旅行啊，本人從係非常正常嘅事情。我本人常常奇怪。我以為上山有筆譯。古早呢，去歐洲啊，我打扮像個無錢嘅學生誒，我看到就無像個搶人愛嘅樣誒。我嗰陣時我係對個英國遊學嘅時節啦，我去意大利去了，一個去了我坐個地鐵啊，搬只動過嘅細妹，接冇嘅白順風，佢種我幹嘛要斬我呢？我就過向我去下茶嘅時節，當發現我嘅錢包唔見咗咧。每隻歐洲都係魔術師誒。魔術，係咯，我嘅錢包仲拿走誒，還好嘅兩時我係愛轉英國，嗰時啲度嘅錢就係英鎊差唔多20美元，係台灣錢嘅差唔多800嘅元天氣。我嘅歐元啊，還有嘅信用卡啊，比如我嘅三台地度，就冇被拿到，冇嘅魔術師拿走。嗰時歐洲真係我懂生意啦。哎，他搞他講心掉誒，對於你身邊不管係挑事來，然後你加發嘢，說你基本做到按講哦，你要證明可能。當到按用型嘅，一三年老你講法，配上你就對拿嘢東西。哎，他搞是話他生意掉，不過出去了後，可能事前的功課要先做備好嘅，比如講你要去那片，你要先查好，哦，你要用辦銀行，不過就算有人吼，就老是做功課，佢咩冇詳細嘅功課嘅內容，就係顧家呢，即家老到即家踢錢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就係記啦。哦，因為我嗰陣時係一三年去意大利了，咩去意大利，我嗰陣時冇嘅紙片型手機嘅，然後就啲台灣嘅時間就留嘅 Google Map 先打印下來，就想講就停定行就走地，嗰陣時看到嗰檔講因為有一條弧線啊，嗰檔個地圖檔講，我想講應該係青菜花嘅，青菜花嘅，我就唔關佢哦。我嗰陣時我就去到意大利，我就啲火車頭行路行到4點鐘。總算行到幾條線條前，我想講阿妹愛幾條動過一橋，佢冇辦法行過去，佢看唔到面啊呢。我嘅弧線係牆壁，動過壁，動過嘅壁。哦，唔講你佢帶嘅 V 數嘅條架就當見到打電話俾我講，因為行蠻多呢，我就老係講，我就行到入弧線嘅線面條前。弧線嘅線面條前。佢就係係行轉去火車頭。啊，4點鐘。4點鐘，佢行另外一條路過去，我就想講係咪不點呢？我就冇。因為係行軍行程誒，是為人安排的嘛。所以啊，幫我就冇一插件，我就緊行就停定嘅緊行，對，行到幾米嘅時間，看到有地下道，我就想講，雖然動物唔講係天災行過去，我就當見到，佢唔過地都會動到死人嘅保險。我見佢看到我要緊停定行，我就緊動緊咗，一行一行要繼續安尼。當定一樣咧。有東西跌起嚟，好哋係幾多人係養東西天天，唔係為咗係好先嘅。古數睇架。有變魔術嘛？冇經驗動學，因為我看佢出冇錢。有大班都從冇錢。係真嘅冇。古數睇架出去，天初愛注意生意，愛做好功課，冇搶人。行嗰種愛調絲調嗰種大班都冇錢嘅用嘅。係真嘅愛。唔過真嘅出去了家下，一天有千多嘅意外，也講千多一個同美好嘅回憶。你下再講咩做得上下先進團後生地客發過去，你繼續留大家叫我來分享下，即個13年出去了有哪啲好嘅回憶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客會，唔知大家是有13年出去了過麼？今日嚟老大家分享3屆老旅行有相關嘅客會，第一屆
搖篮，搖篮，嘛做得讲摇篮。我当上的是澳洲摇篮。第二届自己設家，設家。呢啲都係學習樣板去老設家相處。第三屆勇氣，勇氣，勇氣。設家嘅聲音出去了，當時了勇氣。希望大家設家嘅聲音出去了解下，是做得用到啲對合位了。後生地合位，你上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嘅節目現場。而上一團係問過大家講，自家要13年出去旅行喎，又係講自家去旅行家下有度過哪啲意外，像係啊本人唱嘅啊嚇，自家因為自家唱聰明，結果本自家偏多啊行咧8點鐘8點鐘4點鐘係冇行轉去啊。哦，4點鐘係冇重點嘅啊。我冇相信。不過講到吼，喺出國去了解下，會潛到會唔會創造你係當真相嘅事情嘅？阿 V 老太太講下，即個創造嘅故事吼。其實創造迄案用，迄因為潛到偏數。有一擺去馬來西亞嘅沙巴，因為就可能失聽到2歲咧。哦，該片當困難潛到偏數，所以我真經分唔出咧。會拄唔掉。係拄唔掉咧，我就看到有一個地方，就係東昌清真寺吧。就都給衝啊！都個禮拜啦，然後有動到順風有水狗，有動到肥狗兔，啊，都個鵝鳥，竟係真嘅上個鵝鳥咧，我掉出來咧，我就留記到鄉下啲個清真寺順風嘅水狗鵝鳥，記到就。健康啊，因為係冇姓阿啦，叫我姓阿，真係你講咗唔得，冇開玩笑嘅。所以唔過一做得啊，就按用，因為真嘅，我知道應該佢冇辦法就按用。就係講自家真嘅要做好功課，你望真嘅要唱阿 V 嘅咧。唔過偏數真嘅懂困難去潛。應該會罰錢，唔想罰錢吧？對啊，馬來西亞冇關係啦，你好便利啊。有啲地方就冇啊。冇啊，其實喺飯店嘅安布條，我們提供咧兩罐嘅兩罐嘅礦泉水，你就留嘅礦泉水要隨身帶定，所以嘅罐咧要隨身帶定啊，係唔係？唔過講到真嘅啊，出國去了有上咁多那種意外啊，因為講咩知道係當好嘅回憶，因為你多了下都很記得。唔過有上時係讀到你就說好親人心，哦，很窩心，懂感情嘅事情。阿 V 輪頭甲講下。有，我知我咩講喺3擺日本係其中1擺啊，就有去嘅日本嘅較鄉下嘅地方佐賀市，大概有聽過冇？佐賀超級阿媽那個。嘅佐賀市嘅片就安布條啊，就去一間較咩無馬年嘅店哦，我就想講隨便請一間店去食東西，結果你去個裝潢就當簡單安尼啦，嗰個我就。一開始我就點了1碗拉麵聽，嗰個頭殼就諗下講法啊，就講哎呀那邊來啊，講啊，嗰個佢就講哦台灣人啊，哦結果當感謝你之前沒有體統係3.1地震，有幫助你日本人啊一條嘅，好，嗰時候佢就讓佢見講法哦，講法。過程當中，佢就見人家推薦佢自家嘅料理，就見送佢嘅輸入出來，你看你相片一片，相片看得到，那點1碗拉麵咩？佢就送給有薯片嘅當道嘅佢自家做嘅嗰種賣嘅東西，咩？那充點係個老多佢5點唔對嘛？佢送東西來，係冇一點啊，係冇付錢咧，佢是愛錢嘅呀，佢後來係當見做佢死嘅啊，結果佢就講唔是壓菜嚟搶，5四千塊，佢全部都冇5四千。我這樣問一下，嘅2時3.1體統嘅時間有減錢冇？冇。給你哪有這樣的好處？咩？就講日本人當好啊，對你台灣係嘛？而喺電影香港，而喺台灣嘅係冇。係，佢攞佢講，佢攞佢講法啊，係啊，冇唔錯。你講日本話嘛，嚇？冇啦，英文，英文 English very well。你阿團發千萬唔好半百件錢就見到行頭，因為點係嘛個 very well。講到咧，種去懂感情的那種故事哈，唔單止阿 V 嘅家呢，雖然講
家下糖下見昂昂蕩蕩，不過起碼要感受到讓外國人嘅熱情。冇唔錯，因為呢，我嗰陣時太好嘅時間冇乜嘅錢，不過我真係當上去歐洲搞，故所呢，我就競算用5萬塊，去歐洲20年，係冇台灣錢，5萬塊還要加嘅機票嘅錢咯。跟住用翻一個，等下你啲下唔係。就是睡飯店，唔係睡旅順，真係睡到嘅別行嘅係唔係，睇下嚟算一下，嘅機票錢1萬塊添，唔過我賺300。還賺到嘅約旦東定人嘅我會叫佢打仗，那有啲地圖我準備係東定人唔夠當便宜，還講因為帶咩去要用多錢，故所呢我就去搶嘅碰燈客。係，唔過佢啲條件就係我會注意，不卡國家嘅料理同大家嚟分享，係就係看，我就帶我嘅泡麵。跟你要煮係便宜你最想要帶台灣嘅炸醬麵，跟咱台灣嘅天水啲日本泡麵嚟拜託㗎。西式嘅較好帶啲，可以，我佢就煎個牛排本來是當好食咯。牛排，還有揾到一堆嘅披薩，當好食，真嘅，意大利披薩。今日第一天吃到台灣人音樂山哦。排水。跟住後帶咩帶滿漢大餐？啊，真係好。唔過咧，嘅碰釘唔係真件帶到碰釘，叫本係見縫帶咯。認真認到嗬，還有嘅更加豉油，煙通研究，還有煮嘅煙通嘅料理當好食。唔過你要背泡麵。你真係懂到泡麵。係冇錯，唔過嘅阿婆係嘅不卡嘅煮嘅，因為咧佢冇男朋友，咩冇老公。古時候嘅嘅夢想就係同年鄉下來食飯，古時候爭來做呀碰釘客，係講而家 WiFi 按到乜嘅，alone。古時，真係懂古時，真係懂。吃到啲阿婆，然後清掉蛋，冇男朋友，冇清掉蛋。都唔係你做，冇按冇按好啦。跟住漢白咪做嚟做碰釘客嘅主意。他一個 WiFi 係按到泡麵，係做嚟推廣。不過阿婆呢就有做東河式提拉米蘇，嗰種喺東河嘅便宜啊。不過講到呢種東河嘅肥，有時係讀到呢種上歡人家嚇，嗬，真係會試到有時會讀到上歡，結果多杯米變個結盤咧，變到多啲下行東河，係咪來去來往？阿 V 留下小記下好冇？有一擺喺上年去旅行，我從無錫嘅茶站去上海，我跟我就讀到一個印尼人，印尼朋友，跟印尼嘅朋友，其實上我。用嘅印尼朋友。要產你就做印尼。講一下。什麼語氣在邊啊？佢係印尼朋友，嗱穿毛衣嘅仔，嗱如果同我加天花，因為佢冇天花，佢有重要嘅事情，我留不卡人冇平安嘅，我一開始看動槍係詐變魔術嘅，動槍詐騙啦。唔過其實我看佢老師，佢應該係老師嘅用嘅啦。我就加佢就當什麼嘅其實高鐵還有一些的時間，我坐之前，我哋我就開始打嘴鼓，就打嘴鼓啊，然後還有鄉下去食泡雞肉。一下就變做好朋友。你看我嘅，你都變做，我頭髮都變成這樣，髮型。你這看不出來髮型啊？因為你自己嘅髮型就變做暗影。其實我知道幾種茶上都有啲凶。該係10多年之前，4年之前嘅。右手邊是我啦。你唔識你唔識，唔過真件，就係講。有上次出去家下，然後讀到上歡人，結果2-3年變到好朋友，到呢下還有聯咯，面無方。剛是喺什麼樣感覺咧？好，你這樣看，好，謝謝，我們不想再訪問陳偉霆。安之這什麼呢？漢白陳皮唔是過來啊。不過講真嘅，想我搶大家有幾個13年去旅行過癮，想來推薦一下。假使根本有13，好就係愛啦，愛盲識13年出去旅行過，想來推薦愛。
应该推荐那一片的阿英子。哇，你要不卡在名虫吧？去甲俺用你一片的。对啊，可是我不是推荐，因为不是哈啦，哎，推荐太自家好嘞。因为像俺自家啲安排行程嘅时间，俺要为上困呐。当到嘅好朋友就讲啊，传统其实係1、3年旅行最大嘅问题。像台中嘅道邊有當到好食嘅傳統，我記嘅料理大部分就係嗰種大雕絲嘅，大雕絲嘅就係強下嘅，哇！嘅幾盤啊，就動太盤啊，嘅用咩動太盤啊？1、3年就東南式啊，就東南同佢食體。嗰陣我推薦嘅係台南。台南嗰邊就有當到嘅點心店，賣細細項嘅東西，1、3年就動食下，甚至有啲嘅銀行路就做嚟飲食咧，1、3年就做嚟食到當到冇共用嘅菜式，唔會講，哎喲，我1、3年去旅行，結果好食1碗飯我就飽咧。個假使上會出國比出國嘅話咧，我會推薦泰國。啊，做泰國有隻素菜，當時喺1、3年去，天最佢嘅假使唔會剔過，啊天佢佢咩要當到嘅點心店，啊第3就嗬我推薦陳美儀啦，因為泰國要當到啲數嘅觀光素材，假使你超盤強下去，你都東南去結識講，下一個上去嘅行程係哪度嘅？1、3年他吃嘢，1、3年條條去，冇人會啲，算來咩冇人會啲？冇錯，比如講按摩店。我就同好去泰國按摩，又便宜，又便宜。總唔得本泰甲講吼，原來吼我這個這麼尊榮啊，哈，出國當日就啲嚟按摩。係嗰時泰國吼動10下1、3年去，啊唔過你而家行程就冇辦法講係乜嘅。你嗌泰甲咩唔知？仲係希望。我假如講到台南，正然喺台灣東河嘅所在區，就係古蹟天道，然後你就做讓佢係一種台灣首學，全台首學咩都喺台南的輕有文化所在。啊，要動到嘅古蹟，你做嚟1、3年去，同一個時空，唔係啊，用書。好像同你實來對吧？見冇想讓人對吧？要跳河吧？唔過大家都喺台灣，喺度即係台南當時合理嘅，唔去過英國遊學嘅人，唔要推薦大家去英國冇？當推薦，因為英國嘅老嘅歐洲迄個國家當權，故說你對英國來，你做得炒火茶啊，還係炒個飛揚機，就做得多誒。啊，個台幣唔是5000的元，你就做得去到歐洲迄個國家，還有個語言就講英文就做得通誒，就是就當好了，5000的元就做得比當到國家。佢有錢去帶英國，漳州的有錢去。還有英國是講到重點咧，因為先去英國，唔過佢拄好先去到英國咧，真有機會哦，我去法國，去意大利本人搶，係冇？假使你要去遊學，真係英國當好了。我相信觀眾朋友咧，他們心關度有一個案底啦，吼，說都在我相信阿路易嘅法嘛。不過真係強太假先來思考一下，假使你1、3年要出去了，你會推薦哪一片？韓國有推薦1、3年，真嘅1、3年就做得出去蠻耐了冇？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我去1、3年旅行過後啊，我嘅過片啊，我就會想去穿更加多錢，因為嗰2、3週嘅遊學我吃到根本唔啦，我還想去3年，沒錯，還要出邊更加多嘅錢，讀到魔術師本給的錢，我讀到魔術師誒，我就係我行加上去嘅歐洲行加去聊啊，加個去教100安樣去。因為讀過哦，面頭前讀過兩經驗，對你來講哦，真勁懂吼。古早個上來過100，唔過魔術師嘅部分先唔是。曾經是魔術表演的。哇，原來小丑就是我。他那個錢啊，會到處放，看他會變。冇啊，還有6隻匕首哦，冇這麼強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相關節目現場。上一段是問我大家講，這個有推薦大家去這個1、3年旅行嘛？想去推薦哪一道位嘅？唔過咧，鴉片先老大家分享下，就講 BBC 到2023年家下有推出有評選出5隻最適合西門人參加1、3年旅遊嘅國家。西門人老師係真係冇強樣。冇強樣，因為大家就可能西來可能就咩刻板印象啊，就講西來卡參加去旅行，可能佢唔會遇到當到嘅危險。不過西門人係個1、3年出去了，尤其係上分嘅素材，可能就要注意到。所有5隻國家都係推薦本所有嘅西門人家，不管係咩西門人都強樣嗬。第一隻係
斯洛维尼亚，对，中东欧的所在，哦，下杯是克罗埃西亚，上杯是奥地利，地理老师哎，地理老师，还记得吗？哈，那个地图大块，地理 very well 哈，地理 very well。第一站就是卢安达，哦，头摆我知道講盧安達咧國家危險好像以前有點危險，不過咧近期咧 BBC 嘅調查發現過，呢種盧安達嘅新聞研究都知道，有當到嘅警察啊，也嘛你都看得到，治安以前有保護到，故做咩推薦本所有嘅新聞研究，即三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。真勁！主要係下比較都市化嘅素材，比如講像係杜拜啊，呢度嘅素材，比如說都呢一片，大家就冇分，就是說你都新聞研究都呢一片旅行，同好。第四隻，我相信大家都懂戰神，即係挪威、北歐嘅國家。最尾一隻咩係台灣人最好去嘅國家？日本，就係日本。像日本係亞國家樣嘅。日本太嚴嘅。真見台灣人同好去日本啊，唔過所以咧5隻國家嘅推薦過，假使唔去過，可能做啲下一排嘅安排，來去計算一下，來去安排一下吼。阿偉人推薦大家去哪度飛嘅？我是吃到就係頭先我講嘅上海，係因為佢有當到嘅，唔管係杜飛區，還有 Q 嘅區，還有當到文化嘅融合。我係知道心情會可能要動好，也要動到好食嘅東西。但我就係馬來西亞，因為佢有動到嘅無共樣嘅文化人，係像有華人啊，也有印度人、馬來人、原住民。當然東西也好食。真勁。東西也好食，也係充電。聽說係食的。畢竟誒，你食飯放地攤，係。民以食為天。你出去了，冇食到菜地嘅東西，你就吃到一轉，就像大拍行嘅，完全冇去出去了嘅感覺。不過嘅阿偉人知道講，開始一生人出去了後，有哪啲改變，一講要推薦嘛，解呢？那這個吃到當多年，我吃到去個13年旅行，我變得較獨立。唔過我這個吃到我係因為個性就較獨立，我掌握13年規劃去旅行。不過人個做我吃到吼，這個旅行吼，先有係成就感。成就感係因為我總算行了35公里嘅行軍行程，冇錯。唔係啊，之前有分享過，我之前有13年去奧多拜啊，從桃園去到南投去嘅合歡山啊，去到嘅當島去，嗰個中間啊，就獨到當到暴風車啊，那真嘅那個你知道那個很多像土石流啊那樣哈，那個邊坡都滑落，唔過青海幫我到嘅地方，我就知道哦，我達到了，我就成就感。成功咧！還有咱個過程當中，要讀到家講懂到事情，平常時有懂到輕度嘅壓力啦，就在那個時候都可以得到抒發。我知道以後，因為讀到冇空嘅人，冇空嘅事情，你記咧，就懂嘅情緒就懂好安尼。就讀過頭擺冇讀過嘅事情，你就覺得哦，原來呢個還有新嘅方式。係冇錯。跟住頭擺嗰種模仿啲嘅情緒。係當初有看到懂才高嘅人，就講啊，這個高位未懂好。有啲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啊！即係講，我想比較下就哦，原來我其實講得懂幸福。冇唔錯。家家再去到阿美 face 裡，冇個吵咧嚇，冇個吵。真嘅，下輩咧請阿姑姑嚟講下，唔知㗎，知道去旅行過後對人嘅人生有乜嘅改變？因為講往生人就講唔到男朋友那有。冇，因為經過嘅意大利無限事件過後，無限事件，我老大個，你聽說一下都維基百科裡邊很多無限事件、黑線事件，他不會就開始下，就是古家年去搞烏龍嘅事件。冇錯，經過嘅事件我乜解都唔會講咧，因為我每日去到威尼斯嘅事件，其實數到 email 講，人家檢房冇聽成功哦，跟住冇檢房我呆了，人家想講啊冇上過。無限事件有見過嘅，唔用買我。係，我就凊彩前嘅飯店就行到去問講，有檢房冇？就凊彩安尼帶下去。嗰時也心態轉到台灣過後呢，就從天從到爆 BB 嘅，我就想講啊，不管讀到乜嘅困難，
反正呢，很多口头听错会吃的呢，不过也有主体性嘅，一從天飛無天，我吃只再重一拜，比出去，比出去，你重新嚟重天，冇唔錯。我給你150先4天，你就會成熟。真嘅。那吃到阿家呢，上擺咩有100經驗，有行理想，行李箱啊，唔單止行李，所以行李箱，韓國所以嘅貴婦。當到從貴婦，我不要已經旁門嘅做。你想講行嘅禮場有冇按定人行？係啊，我就冇做功課啊，冇上。喺天初喊拜出去了，我切對唔好選嘅禮盤吼，就係顧講。做得先啊，唔聽住我。當定人行，我行我老唔強下。我會打定嘅。我行人強下，我會讀到貴，我會讀到新嘅時間。有嘅4天。跟阿魯來分享下好冇？我去13年旅行過後啊，我嘅過片啊，我就會愛上去穿看甲多錢，因為嗰兩次上陣嘅嘅遊風啊，吃到根本唔拉，我還上去拜3年，哦，沒錯，還要出邊看甲多嘅錢，讀到魔術師本給個錢，我讀到魔術師誒，我就係我行甲上去嘅歐洲行甲去聊啊，甲我去教100安樣去。因為讀過面頭前讀過兩經驗，對你來講真勁動吼，古時候個上來過去100，唔過魔術師嘅部分先唔是。曾經是魔術表演的。哇，原來小丑就是我。見了呢。他那個錢啊，會到處放，看它會變。冇啊，還有6隻 V 手哦，冇跳槍。太多嘞。好啦，正經講正經，要正經大家有推薦13年出去旅行嘛？阿燕真正有推薦嗎？其實我推薦呢，因為假使你係同朋友向下丟搭起嘅話啦，就會變成你鼓勵個13年。唔單止係鼓勵，甚至如果有自家嘅小圈圈，你唔可以去接觸到上風嘅事情，你就會知道哦，就待在這個舒適圈就好。係，有陣時有禮盤加下，正經為什麼？介就意思，互相意思就你去問佢，你去問啊。冇錯，韓國有馬上佢會去請路啊，佢就停定幾行之後咧，你們會去加真實落去看資料，就唔會讀到無限時間。唔過行係之後講啊，咩不見得講，出去嘅時間，聽說去動演嘅素材，其實有陣時咧，去養個卡夫圈嘅風味度啊，行了，另一件真係有動到嘅人嘅東西，我會出去腦背13年去，跟13年去解決問題，13年去看到問題，13年去感受到讀到問題，就動真掉啦。故所我當推薦13年去。呢個卡夫圈嘅風誒。係啊，因為假使真係有動到時間，你同爸爸媽媽向下出去，我唔不見得會同佢調解用講法，有可能大擺看佢有看到北嗰邊咧，唔講忙實同佢講1句話，我基本不用自家去嘅時間，唔天初愛去13年去面對，韓國13年佢會讀到豔遇啊，錯嘛，冇係同呢家去，冇係你經驗呢，跟住就停唔衝而去咧，我係咪帶比輪向下去？睇自家應該就會先看咧。你阿媽嘅意思唔講清楚。冇啦，理論上都卡講看唔到啦。係啦。嘅阿偉，你自家有推薦13年去13年去旅遊？係啊，人知道13年旅行同重要嘅就係自家做啲嘅動到問題。因為唔係冇法度意思13年，就你13年天，古時候你自家冇留去。老問題解決，就係你自家嘅事情。那有可能係13年嘅時間，你就是問題製造吧？咩有可能 ？Trouble maker， 冇錯 ，trouble maker。有把你解的。係啊，就係反正還有動到事情，像你做的認識上分人，該上分人做的天數年啊，係啊，所以該知道13年旅行係都有成就感嘅。當成就感，係，正經就加一開始阿燕真雖然講雙語團講嘅嘅懂神奇嘅小歌種，留歷史嘅對話。如果講正經啊，當然去看古籍，就係為到誒留古人想象中，頭半年都兩片都在發生那條事情。正經啊，大把去嘅時候，就會按嚟想誒，你想講哦，去到窮樣嘅微縮，唔過一片土地發生冇窮嘅事情，我同朋友窮下去，哪有時間想一條？來，翕相，來，來。3年啊，未愛啊！先13年去嘅咩？翕相，我翕睇你好笑咧。唔係你就唔錯嘅啊，唔過我相信阿燕真看唔到，因為你看唔到頭擺古人看嘅世界。提到巨人的肩膀上。
唔过要做的，因为拿破仑要懂爱，我说其实法国家下就看得到拿破仑看得到的世界，总得啦吼。你家咧，你自家来讲。我总推荐13人去旅行，因为最近像应征讲嘅，迄个一群人去嘅时间，最近都有啲打卡拍照，你完全唔知喺走马嘅。不过13人去嗰啲时间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当中变做蔡天人共用，就是很多嘅街坊啊，就比方讲，可能你台湾有一天就是想怎么讲，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个事情，但是以后因国外个世界，可能你读到个事情啊，想法又冇共用咧。再个人也有动脑麻烦，动讲麻烦骗人啊，因为想讲啊骗人，用不嚟决定事情嘅世界，就知道13人其实旅行係會較輕鬆掉嘅。13人較輕鬆。係啊。我咪知道有啲人會知道講，13人出去較輕鬆，唔是我講我少啲少嘅，要講我鼓勵到我離牌。因為佢吃菜啦。他吃鹽，唔講唔正經就係他勇敢一些咧，他獨立，他吃住。像今年按就是同行，看讀到無限4天，人家上到好好，讀到按到4天，佢嘅事情都唔會講。貴婦4天，行李上4天，你們看都也係上到好好。唔過真嘅像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出國去了7家13人，可能還會讀到哪一條事情？有推薦13人出去了冇？韓國假使本日先嘅素材，你喜歡去哪片呢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大家傾下來分享了。唔講嘅，一下你隨天去嘅位數呢，係馬丘比丘嘅，係我自家當上去去，因為嘅動作，嗰啲聲音唔是細聲，又唔是細聲，唔是細聲係通標。馬丘妹下都係萬嘅夢想，係上嘅聲音，唔是細聲。因為細聲真係多麻煩，出去了細聲還較麻煩，做得有按照光明正大，唔是細聲。溫散豬毛啊！我推翻上地圖可以翻啊，我不會唔是啊，就青菜就好了。看日地圖咩唔是翻嘅啦？佢就冇講出來，呢個秘密啊嚟。歡迎大家都到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今日正經動歡喜啊！這個大家就講嘅種行行了了嘅行什麼，當然談到正經會動歡喜。不過假呢嚇，要推薦大家13人出去了。係唔係因為我冇男朋友嘅關係哦，係係當建議。係冇朋友。唔係有咩有可能啊？唔過我真嘅當建議13人出去了，因為唔是同朋友來討論講愛去哪愛去哪，我知道前後嘅離盤比這個13人出去了還困難。真見懂啦，韓國人係。他家都會從眾嘅藝術人，故說呢，13人出去旅行，有陣時行到路空懂無聊嘅時間，就會想有些有嘅冇嘅東西，就當有可能會有靈感，真嘅會。古蹟對話。真嘅會想講，條外嘅國王行過嘅路，我就行過要知道我自己係皇后。其實真嘅係點呀？嗱，喺日本啊，看到嘅書條當到幾多百年嘅書條，嗱，真嘅會諗住呢。真嘅，我是講真的，我抱他。真嘅。有冇有冇？你去日本看下書嚟嘅。係啊。真嘅會。辛苦咧。看書啊！原來大家平常壓力都按開。動態。唔錯。唔講嘅，一下你隨天去嘅位數呢，係馬丘比丘嘅，係我自家當上去去，因為嘅動作，嗰啲聲音唔是細聲。又唔是細聲。唔是細聲係通標。馬丘妹下都係萬嘅夢想，係上嘅聲音，唔是細聲。因為細聲真嘅多麻煩，出去了細聲還較麻煩，做得有按照光明正大，唔是細聲。溫散豬毛啊！我推翻上地圖可以翻啊，我不會唔是啊，就青菜就好了。看日地圖咩唔是翻嘅啦？佢就冇講出來，呢個秘密啊嚟。故說，唔過佢要動到3、2啦，故說我一下要開始先練好體力，當然去刻山張準，下天結成張嚟去馬丘比丘案。刻山然後唔細聲，有係冇？韓國當歐洲，係啊，啲台灣天使董事他們啊，啲台灣會細聲啊，刻山過後會細聲，唔過見到嘅。馬丘比丘啦，冇錯。你當一個練先啊，談到馬丘比丘地方冇好學鳥用嘅。哦。係啊。你去以後冇學學鳥。所以你就會同你一唱告一下。我要帶我嘅行李箱都嚟留意下。來講咧，嘅阿比倫咧，我自家。較多會去亞洲，像東北亞、東南亞呀條，那
较无去其他国家经验，因为东北亚、东南亚嗰種交通較方便，尤其像日本啊、嘅地鐵啊，全部去那就當方便。嗱，自家嘅方我當上去無共樣嘅國家，像中東啊、一係歐洲啊，一條無共樣嘅文化嘅地方。唔過嗰邊嗬，嗱慢慢自家去因為嗰邊地鐵啊，我吃到一款無咁方便。地方就當然啊，奶茶比如講像土耳其啊，一條香港嘅炒茶有上說做半夜1點鐘，有上說去讀到無線嘅話，可能因為嗰種下擺嘅話，就上去挑戰像土耳其啊、奧地利啊，一條冇共樣嘅國家。當然就有上嘅新嘅想法，你想到你淺淺穿好些來，價錢到一排好些，第24擺。哇！佢真嘅唔是做些嚟啦，有以為真啊，先幫他辭職。硬係牙條幹，要讓辭條路。真嘅，唔會咁快。這段不要錄，你家咧，你自家想要推薦，也係講自家想要去哪道嘅地方嘅享受一生嘅旅行。享受一生嘅旅行，還係想要自家嚟去環歐旅行。雖然頭擺有去到東島嘅歐洲啦，比如講意大利啊、奧地利啊，市場茶係冇，冇啦，因為像頭擺你就會去表演聽團聽聽，不是就是那種走馬看花嘅感覺。但是那時候一上年你來去環歐旅行，因為個機票咩當便宜嘛吼，你要用辦來去就用辦來去。故說迄講自家來去環歐旅行，再過來就係因為幾時間愛頭擺去歐洲聽團嘅時間吼，因為就談講我本人來有魔術師嘛吼，不是變不見。超幾時愛一定沒有路後就快應用嘎薩，他就說要製作一個假錢包，我那個假錢包還沒用到啊，所以我這次就以當時冇用到，當時冇用到，啊個環歐旅行啊就希望自家嘅假錢包都得用到，有一個變魔術本款，就想要體驗一下那種本人調到的東西，然後還講，就是人家來試探你，但是你有冇本人吃到嘅感覺，會覺得很有成就感。你喜歡你想到係看馬薩嘅魔術哈厲害，看馬薩嘅魔術卡嘅就會按鈕，那邊來做個假錢包，我很自傲，底部都有懂個嘅卡片啲嘛，係啊，所以不用一種相片好啦，係啊，有用卡片，懂用心，而且還是中文字的，我覺得可能來到那邊，係吧？你時有做得用啊，甜心卡啊嘛。你這個不用給他相片，大快樂哦，這是美女。我給小給台灣講麼誒，就會找到暗語。他會不會以為是冥婚啊？你不講辦呢？我很懂想愛環歐旅行，就是因為機票當便宜啦。啊，最尾部分阿英真來分享一下好嗎？之前有推薦大家講，也係講自家最想愛頭擺，唔是去看過兩片按獎嘅素材。其實睇住大家講到所有嘅素材，我就當想愛去。不過我現在角度來去想，其實我一下最想愛一上年去旅遊嘅素材，其實係苗栗。我係苗栗人，唔過我當想愛去苗栗旅行。所以我係啲幾片太幾片神話，唔過一直以來就冇用一個觀光客嘅角度好好來去看自家成長嘅環境。嗰個假使有機會，其實我當想愛轉到苗栗，我自家嘅故鄉有一段嘅時間，就得用一個旅行嘅心情去給到位嘅神話，咁就我有懂冇重用嘅感受。攞苗栗嘅歷史來對話，東昂咗你可以做對對話對客家話，做兩片，做嚟同自家來對話，係來對話一下一個成分，有一些嘅熟悉嘅素材。唔過講真嘅吼，像外地阿英生活用版型會按用上，因為大家都講最熟絡嘅素材點都係你最成分嘅素材。因為你這兩片從細到大呢兩片成長過後，咩希望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唔單止係我哋自家嘅家鄉，咩做小可以嚟了解一下享受，不管你係一生嘅旅行，也係講操盤強下來去旅行，家庭旅行潛到人生最重要意義，就係最重要嘅。我記得了，下禮拜強嘅時間，我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，要發太打工，再來聊聊，拜拜。當人知道一生去旅行，聽起來當故事，不過真經地這個一生旅行嘅過程當中，點都做得到很多，樣板想沒想唔到嘅驚喜老滿足。有結久無把時間，留自家來相處嘅咧，做得規劃一擺，屬於自家嘅旅程，慢慢的享受歸路上嘅光景哦。